今仔日我变甲较有自信，因为我想讲，我即摆伫学电脑诶网页阁有程序。其实因为我头路就有啊，所以我安怎学就是加学诶。学一寡新诶，但是若无用着，真正会放袂记。但是我学诶时阵，就诚欢喜，想讲，我有知影新诶物件，甲我即摆诶头路阁有淡薄仔关系，阁有诚亲诶关系。但是我袂讲足紧张，讲别人拢知影啥物学这电脑诶物件，我袂讲含别人去比较。但是讲台语即件代志，我就是会一直看我讲，哪会无进步啊？我拄则伫 Clubhouse 讲这台语讲袂好势啊，四位啊、四位四位我就会袂记。但是伫 Clubhouse 去讲台语是有好处，因为讲毋对，你就会印象诚深，你就会想讲我哪会讲毋对，互人，搁互别人甲我改正。有时阵别人伫讲台语，我想要插话，所以我就会听甲诚真少。比讲我即摆挂耳机去听啥物搬戏啊、戏剧啊、广播电台啊，因为广播电台啊，阁有戏剧，迄种拢影片嘛。你若讲听诶嘛，毋免讲紧张讲，我会使插一句话啊，我会使去做一寡互动啊，都无即种紧张诶感觉。但是Clubhouse啊，无就是找一个人讲电话开讲，迄个时阵就是会听较详细，就会惊家己讲毋对，犯错。若讲去互人改正，就会印象足深。所以我即摆嘛是讲有豆豆地进步，就亲像讲伫学迄电脑。电脑其实我以前拢是去买迄影片，毋过迄影片就是你想要看就看，就一个人伫遐看，定定其实拢无看啦。即摆换这六甲下院，迄老师就会讲有出作业，搁上课诶时阵会问问题啊，每一项拢回答，我就会毋知答案，我就抄同学诶啊，因为伊就是电脑诶对话嘛，有人会先写，我毋知影答案，我就抄先写出来诶人诶答案。但是我就会印象会深。这就是一寡方法嘛，方法互家己去学甲搁较好。其实台语嘛是，只是讲我对台语就是会郁住讲，哪会讲无好啊？拄仔和同事讲话可能替同事嫌，同事会甲我嫌啦，就讲你哪会讲台语安尼？有时阵我就甲伊讲，我就是爱讲。有诶同事可能讲话较直、较白白，白白袂白，白白，伊就会讲我就无爱听，这我无想要听。但是这时阵我就袂生气，因为人就是安尼啦，就是知影家己想要创啥。若是家己诶心头掠互定，其实就袂受到影响。这就是讲，你做一件代志爱按家己诶心，若无按诶话呢，就会定就诚烦恼别人安怎想。像我去看文章嘛，面册文章有
诚少年就开始忧郁症的人。啊，其实伊写诶文章内底，第一个就是对家己诶诚无自信，搁一直咧责备家己，一直伫怪家己嘿，怪家己。啊无就是讲啊，别人看我这模样啊，一定会甲我嫌啦，一定会讲我安怎安怎。吼，就第三点就是，就会一直变讲伊诶世界就是去会去烦恼讲别人安怎想伊迄个人。所以我即马是想要改变我家己诶思想，就是讲台语就是有人会嫌嘛，你讲较够好，偌好，哪偌好咧，嘛一定有人会嫌。若是讲我今仔台语讲真好势，有人会讲，你讲话无礼貌，你讲话白吧，嘛是会安尼。所以人就是安尼嘛，嫌袂了诶啦。像我甲我翁翁嘛，伊就是台语无仔好，但是伊就会讲你讲台语，我做亲像伫异世界内底，伊就无想要听，因为伊就有一寡词彙听无，伊就会讲诚排斥。所以讲无论你做啥物代志，就是有人会反对，有人会批评，其实拢是会。若较忧郁症的迄种个性的人，伊就会会去怪家己啊，讲我若是诚好的人啊，我若是自细汉好讲台语，好学台语啊，阮爸爸妈妈若有教我讲台语啊，我即马都袂着互人嫌。伊就一直安尼想，其实想迄嘛无效，因为即马就是无啥会晓讲嘛。除非你着放弃讲要讲台语、练台语、学台语，除非放弃。无诶话，即马着有事实啊。变讲你去艰苦以早诶代志，艰苦一寡别人，就是别人诶代志，别人安怎对待家己诶代志，无就怨叹老爸老母，其实都对代志无帮助。所以我即摆会当做一寡迄忧郁症诶个性诶人较做袂到诶，就是讲我毋免去毋免去为着别人伫活，为着别人诶想法，我毋免讲做甲互别人满意。举一个例，就是今仔迄夜幕仔诶同事，伊就是较听无台语，但是我就是会甲伊有接受诶时阵，我会讲台语。除非讲较严重诶工课麻烦嘛，迄时阵都顾工课，哪有心情讲台语练台语？我就是找机会加讲台语安尼。伊虽然甲我嫌，但是除非伊拄着麻烦，伊拢不爱找我。无诶话，伊嘛是爱来找我嘛。所以我毋免讲我伫伊心目中诶形象爱诚好，莫讲怪怪印象。其实毋免啊，伊感觉我怪怪，伊无来找我嘛，诚好啊，因为我代志就较少嘛。伊有讲伊讲拢找一个我同事一个查甫的，因为伊请假，无伊一般拢找伊。我想讲你无找我嘛好啊，因为你无找我嘛是会当有假的时间会当加做我的代志，学一寡物件嘛。就是讲我无稀罕即种代志。但是我若讲啥物拢想要知，想要讲练好台语，搁想要讲别人对我的印象诚好，别人袂甲我嫌讲你袂晓讲台语，搁硬讲嘿。
若是拢做会到是真好，可能就是下班偷偷学，阁有天分。若是讲做袂到，阁想要做，阁想要讲，逐个拢是互我鼓励。这其实就是这就是较会烦恼的迄种个性。我无想要讲一直加强我的个性为烦恼迄边去找。其实我就想讲，无差伊就练伊的伊对我印象无好嘛，不要紧啊。我毋免做一个真完美的人，我会使做一个，做一个，我即摆要做啥物代志，我就去有一个热情，去譬如讲，我即摆想要好好学台语，我就有机会，趁机会就紧讲台语，我毋免惊别人安怎想，就毋免惊别人安怎想，这足重要。我嘛在练这，一定有人会讲这人台语讲无好啊，这听啊真艰苦，迄是别人的想法。但是我无需要讲一直甲这别人的想法放伫我的心上。因为我嘛毋是超工讲，这个人不爱听迄互人足无标准的台语，我就超工要互伊艰苦，这无啊，我毋是为着安尼啊。就是讲举一个例，有人伫学钢琴，无就是咧下弦仔，一开始当然是足歹听，但是这个人的目的一定毋是讲我着要互厝边足艰苦的，互伊听甲听甲真无人生真无活落去的勇气当然毋是这个目的嘛学的时阵就是安尼啦，就是讲无法度啦，就是学的时阵会影响别人，但是对家己来讲是有价值，所以讲我爱看着家己的位置，我有爱互家己有一个真好、真大、真重要的地位。毋是讲别人讲啥就是天，别人别人的想法有时阵根本别人无即种想法，我嘛会去家己去想，家己去幻想，讲这个人一定是感觉我真麻烦，无感觉我真差，安怎，就家己去想这拢毋免。